香港政府財政2026盈餘與赤字的拉鋸。2026年的香港政府財政呈現出鮮明的對比。6529億元的財政儲備是香港的底氣，足以支撐約10個月的政府開支，顯示出財政仍然穩健，具備一定的抗風險能力。這個數字在國際比較中仍屬亮眼，讓香港在面對突發經濟或公共危機時能保持穩定。然而，另一個數字卻提醒我們不能掉以輕心，非經營帳目持續赤字，大型基建如北部都會區需要龐大資金，土地相關收入未能抵消支出，令長期財政壓力持續存在。即使短期因股市暢旺而錄得盈餘，結構性問題仍未解決。結論是，香港財政在2026年出現一盈一虧的局面。6529億元儲備代表穩健，非經營帳目赤字則是隱憂。政府必須在守住儲備與推動發展之間取得平衡，否則短期的盈餘可能只是曇花一現。